倒貼下價跌入困境。TVB 頂流花旦當紅嗰陣急流勇退，放棄千萬嘅片酬下嫁圈外男，6年連生3胎，竟然非自願。近期鐘嘉欣嘅婚變傳聞轟動港娛圈，加拿大法庭嘅財產分割糾紛，被曝光嘅婚前協議爭議，連生3胎背後嘅隱蔽壓力，每一個爆點都喺度顛覆緊大眾對佢幸福人妻嘅固有認知。當年嘅粉絲含淚勸佢唔好衝動，如今回望呢一場睇似圓滿嘅婚姻，難道從一開始就暗藏隱情？關於呢一場婚變嘅傳聞，唔少網友對此深信不疑。大眾之所以會有咁樣嘅聯想，核心嘅原因無外乎2點：一係佢喺事業嘅巔峰期突然間步入婚姻，中斷咗如日中天嘅演藝之路；二係佢嘅丈夫 Jeremy 並非豪門顯貴或者圈內大咖，只係一名普通嘅脊骨醫生，與佢頂流嘅身份看似不匹配。呢一份猜測嘅背後，既有大眾對鐘嘉欣演藝生涯嘅惋惜，亦都藏住對佢人生選擇嘅好奇。從爆紅嘅 TVB 花旦到3個孩子嘅母親，再到婚後復出嘅實力派，佢嘅人生軌跡始終牽動住觀眾嘅心。而近期流傳嘅婚變傳聞，更加令大家對佢嘅現狀充滿疑問。當年嘅選擇究竟是福是禍？佢如今嘅生活又過得如何？要讀懂鐘嘉欣嘅人生選擇，不妨先回望一下佢一路爆紅嘅從影經歷。2004年，14歲嘅鐘嘉欣憑借住出眾嘅外形同埋氣質，奪得國際華裔小姐冠軍，隨後順利簽約 TVB， 正式開啟演藝生涯。同其他藝人需要跑龍套熬資歷唔同，鐘嘉欣一出道便備受力捧。未經歷過渡期，便直接擔綱主角。首部劇集《皆大歡喜》當中，佢憑借靈動嘅表現圈粉無數，穩穩咁銘定咗喺 TVB 嘅地位。之後幾年，鐘嘉欣進入事業爆發期，接連出演多部爆款港劇，《溏心風暴》中敢愛敢恨嘅常在心，《搜神傳》入邊樂觀開朗嘅好彩妹，《法證先鋒》當中專業幹練嘅林丁丁。一個個經典嘅角色令到佢深入人心，成為咗兩岸三地觀眾最喜愛嘅 TVB 花旦之一。佢唔單止演戲功夫紮實，唱歌亦都係極具天賦，推出嘅單曲多次登上音樂排行榜，實現咗演戲唱歌雙開花嘅發展態勢。事業巔峰嘅鐘嘉欣手握多個視后提名，商業嘅代言接到手軟，係 TVB 當之無愧嘅頂流女星。2016年，佢主演嘅《警犬巴打》播出之後反響熱烈，憑借住獸醫馬志浩一角，提名萬千星輝頒獎典禮最佳女主角同埋最受歡迎嘅電視女角色。雖然最終未能夠摘得視后桂冠，但係人氣同實力均得到業界嘅認可。彼時嘅佢，如果繼續深耕演藝事業，大概率可以登頂視后寶座，前途不可限量。喺事業穩步上升嘅同時，鐘嘉欣嘅感情生活亦都備受關注。佢最受矚目嘅一段戀情係同武打演員伍允龍嘅8年長跑，兩人因為戲而結緣，感情穩定，一度被外界視為金童玉女。粉絲亦都非常之看好呢一段關係，但係呢一段維繫8年嘅感情，最終喺2015年遺憾落幕。至於分手嘅原因，雙方均未過多透露，僅對外表示和平分開，仍然係朋友。同伍允龍分手之後，鐘嘉欣嘅感情生活並未空窗太耐。2015年，經家姐介紹，佢識咗圈外人士 Jeremy， 一名脊骨醫生，比佢年長13歲，據悉仲係前無線集團嘅主席梁乃鵬嘅侄仔。兩人相識之後，好感漸生。鐘嘉欣曾經喺節目中透露，係自己主動追求 Jeremy 嘅。某次被狗仔隊跟拍嘅時候， Jeremy 喺電話嗰度耐心教佢如何應對，放鬆心態。呢一份穩重令到佢心生好感，此後便時常主動聯繫對方。兩個人嘅感情進展迅速，2015年底便低調登記結婚。
2016年2月，鐘嘉欣親自撰寫千字文公開已婚嘅喜訊，正式官宣人生進入新階段。消息一出，全網譁然，多數粉絲難以理解，正值事業巔峰嘅佢，為何要選擇嫁俾一名圈外嘅醫生，放棄大好前程？但鐘嘉欣嘅態度十分堅定，喺採訪中多次表示 Jeremy 俾到佢足夠嘅安全感，嫁俾對方係自己深思熟慮之後嘅選擇。婚後，鐘嘉欣嘅生活重心逐漸轉向家庭，演藝事業暫告停歇。2016年，佢生下大女 Kelly。2018年，二仔 Jerry 降生。2022年，三胎女兒 Anika 順利出生。10年之間連生3個孩子，完成咗從頂流花旦到全職媽咪嘅轉變。佢仲曾經喺社交平台分享3胎嘅分娩視頻，記錄新生命誕生嘅溫馨時刻。視頻當中 Jeremy 全程陪伴在側，耐心安撫佢嘅情緒。2個大孩子亦都好奇咁守護喺床邊，全家嘅氣氛十分和諧。但喺外界睇嚟，鐘嘉欣嘅選擇無疑係捨棄咗自己嘅事業。婚後嘅佢逐漸淡出演藝圈，除咗2018年客串出演再創世紀，幾乎好少再出現喺熒幕上。2017年，佢曾經為《溏心風暴3》演唱插曲，呢個亦都係佢喺星夢娛樂嘅最後一部音樂作品。2019年，佢憑借為女兒創作嘅歌曲《做你嘅神器》喺音樂頒獎典禮上斬獲鑽石躍進歌手以及鑽石 MV 歌曲2大獎項，但係呢啲都只係短暫嘅回歸，並未真正復出。粉絲對此惋惜不已，認為佢唔應該為咗家庭放棄自身嘅演藝天賦。更加有網友基於佢當紅佳人婚後密集生娃嘅選擇，猜測佢連生3胎並非自願，覺得佢係為咗家庭被迫妥協。鐘嘉欣本人雖未直接回應呢一類嘅猜測，但係從佢分享嘅家庭日常、分娩嘅視頻中嘅狀態嚟講，佢對3個小朋友嘅喜愛同埋對家庭生活嘅滿足，並非刻意偽裝。不過令到粉絲們欣慰嘅係，在家相夫教子多年之後，鐘嘉欣終於喺2021年正式復出，主演幼兒醫療題材《星空下的仁醫》。闊別熒幕5年嘅佢，憑借住兒科醫生鄺松恩一角，再次驚艷觀眾。劇集豆瓣評分飆至9.1分，口碑同埋熱度雙豐收。憑借呢一個角色，佢再次提名萬千星輝頒獎典禮最佳女主角、最受歡迎電視女角色等多項大獎，仲獲得馬來西亞 TVB 最喜愛女主角獎，用實力證明即使淡出多年，自己依舊係具備頂尖嘅演技同埋號召力。復出之後嘅鐘嘉欣逐漸找回咗事業節奏。2024年，佢推出個人單曲，舉辦演唱會，重新回歸音樂舞台。2025年，佢更加係密集咁樣承接各類嘅工作，除咗影視劇嘅拍攝之外，仲參與商業活動、綜藝錄製等等，行程安排得十分緊湊，再次展現出頂流女星嘅風采。但係與婚前唔同，復出之後嘅佢更加懂得平衡事業同埋家庭，工作之餘會抽出時間陪伴3個小朋友，經常喺社交平台分享全家出遊、親子互動嘅溫馨日常，俾粉絲睇到咗佢事業家庭兩不誤嘅狀態。面對沸沸揚揚嘅婚變傳聞，鐘嘉欣回港出席活動嘅時候，被記者圍堵追問，佢並未正面回應傳聞真假，只係淡定咁樣表示，結咗婚嘅就會俾傳離婚，談戀愛嘅就會被話唔適合，其實不必理會呢啲瑣事。呢個喺娛樂圈本來就係常態。呢一番回應雖然簡潔，卻態度從容，毫無慌亂之色，與網傳嘅感情破裂嘅說法形成咗鮮明嘅對比。從目前嘅情況嚟睇，鐘嘉欣嘅婚變傳聞並無任何實錘，更多嘅係網友猜測同埋媒體嘅炒作。佢近期嘅公開狀態十分淡定，唔單止事業發展順利，仲喺社交平台分享全家團聚嘅照片，畫面溫馨，睇唔出有任何感情破裂嘅跡象。而 Jeremy 作為脊骨醫生，職業收入同社會地位均唔算低，
並非外界傳言嘅經濟條件普通。兩個人嘅婚姻狀況或者並冇網友想象咁複雜。回望鍾嘉欣嘅人生軌跡，從19歲奪冠出道，到成為 TVB 嘅頂流花旦，再到為愛結婚生子，淡出演藝圈，最後復出重拾事業，每一步都行得十分堅定。外界對佢嘅猜測亦都從來未停止，從倒貼下嫁到生娃並非自願，再到如今嘅婚變傳聞，但佢始終堅守自己嘅選擇，唔被外界嘅聲音干擾。如今嘅鍾嘉欣已經41歲啦，褪去咗當年嘅清潔，多咗幾分母親嘅溫柔同埋職場女性嘅幹練。佢嘅演藝事業依舊保有號召力，3個小朋友嘅健康成長，家庭生活睇似安穩幸福。至於嗰啲流傳嘅猜測同埋傳聞，或者正如佢自己所講，只係娛樂圈嘅常態，無需過度解讀。對於鍾嘉欣而言，無論係巔峰時選擇嫁人，定係婚後生下3個小朋友，亦或係多年後嘅復出，都係佢自己嘅人生選擇。外人或者無法真正讀懂佢嘅喜怒哀樂，但不可否認嘅係，佢用自己嘅方式活成咗想要嘅樣子。而佢嘅故事亦都令我哋睇到咗女性喺事業與家庭之間嘅權衡同埋堅守，以及面對外界質疑時候嘅從容與堅定。未來佢嘅事業仲會有邊啲新嘅突破？家庭生活係咪可以一直安穩幸福？或者只有時間可以俾出答案？但係無論如何，相信佢都會從容應對，繼續書寫屬於自己嘅人生篇章。